后来这个防疫旅馆将做疫情扩大的破口，所以这个防疫的政策是不是需要过来做调整呢？果然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了，会重新来检视全台湾防疫旅馆的政策，包括未来会来使用到一改型的房卡，避免到旅客退房了后，房卡会重新来使用。也毋过有防疫旅馆的业者讲，这根本都会使卖用这个房卡。那新北市政府是来提升到11间的防疫的旅馆，这个防疫的等级过来提升。规身躯拢要喷酒精消毒，拄落回量机的旅客一到防疫旅馆，旅馆的人员全面做好防疫。因为在9楼907，那我们是没有使用房卡，那有事都可以用那个 LINE 通知我们。指挥中心研拟未来旅客入住防疫旅馆要使用一次性的房卡，但其实在部分的防疫旅馆早就没有这样的规定，是没有必要了。从9月份开始防疫旅馆之后，我们就没有再提供房卡，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就是单位入住嘛，那房间门我们会先帮他开好，那他就直接搭乘电梯上去就可以。旅馆业者认为，指挥中心的措施无法度防止疫情，旅客只有房卡就会使伫公共区域出入。防疫旅馆即马变做疫情的破口，新北市政府嘛提升防疫的规格。下面是我们的前进柜台，也就是我们的黄灯区。只要客人一上楼，我们就会立刻用酒精在他经过的区域去做消毒。新北市有10间防疫旅馆，原来分做3个动线，红区是客房走廊和本所集中区，黄区是柜台人员定定活动的范围，绿区是柜台和办公室，只要旅客经过，就要随消毒。指挥中心重新检视防疫旅馆的政策，未少旅馆嘛家己提升规格，就是为着要防止诺富特群组感染继续扩大来入侵本土。